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，我定咧讲，伊名原来一日国江国的，伊是北部电台名主持人。我坐落尔，伊无看泡茶请我，安尼讲到颔管紧足大条。伊讲咱平广播界，平艺界，结果煞有人咧驶倒头退。哦，即句话原来古早台日大书典、日本时代书典都有记载。啥做驶倒头退？驶退啊！咱知影牙家私出来咧，甲人喊，当然是对头前。啊，若驶倒头退，喊到家己后壁的人，就是出卖家己的人，就是伤害家己的人咯。无毋对，驶倒头退，社会上确实是这种人。我讲啊，到底是安那？煞毋知讲有迄个广播的主持人咧讲，敢若伊做的节目好听，那阮遮其他咧做的拢含慢，甚至产品拢我白讲，这敢毋是现手底下肉互看？无毋对啦。现手底下肉互看，就是讲你无顾内底，无顾外口，无分一个内外，对家己内底的人咧伤害，出卖家己内底的人，安尼叫做驶倒头退。我讲阿公兄，你这个人有正义感，你是毋是一定听来到遮，你就会不服？你讲对咯，驶倒头退，这个驶是动词，驶倒头退这4字的成语，动词做头，头一句，第2句就是阿公兄甲因的迄句讲，我都看袂做的，看袂做的看，原来是动词。看袂做的，这原来斗死你！我无在条吞啦，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啦。虽然迄个广播的主持人咧批评别人节目做了歹，产品讲了歹，敢若伊上熬，甲我无牵连，我嘛得爱主持公道，我嘛得爱出来做公亲。哇，即句看袂做的，原来是动词摆伫头前，台语的成语哦。我煞颠倒听阿公兄安尼讲，我唔甘，我紧甲动，讲兄哥，当然你个人有正义感，毋过咱原来得爱扎胸坎骨。啥做扎胸坎骨？这过去林正成导演捌写一本册，叫做《未来一直来》，内底有一句，讲林导演阿公定定喙动喙，一句话讲男子汉胸坎转到乌青，依然是男子汉。哦，听来到这你就知啊。就要转胸坎，就要共挂保证，代志要出来插，你就要有迄个气魄，就要担下来。所以吼，要动进前，国情啊吼，成语咧讲，毋是讲笑的哦。这个扎原来动词。4字的成语，头一字讲动词，讲扎胸坎骨，就是讲转落去乌青，你着爱家己着伤高牛屎，爱知影家己有几斤担会行，毋通讲硬度要担就对啊。我是好意来劝我的朋友，啊嘛是甲所有咱遮观众朋友咧探讨，家己有迄个成语，头一字拢是动词，4字的成语，艺术甲趣味的所在。